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我会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秀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建辉，欢迎收看这礼拜的社会吃天谱。秀秀，你要数红黑马该懂。这是3D 猎鹰的一只手掌。冇错，这礼拜的社会吃天谱，我来讨论些3D 猎鹰鹰马该。在工业制造的时代，大部分用的东西都係工廠大量生產做出來嘅，節目韓國人工嘅都係按嚟來嘅。大量生產的東西，單單都會經過做門嘅、幹門嘅整理過後，精密製作的拿來賣。喺工店學買唔到，冇就貴sem sem嘅，也是隻唔做需要。3D 獵鷹機。無論係電腦畫圖，也係用掃描機，所有立體嘅3D 檔案都做得印出唔想要嘅東西哦。唔要想要買緊麼？3D 獵鷹機仲可以印本哦。因為我以後想要當攝影師，所以我要做出35的相機。现在做小的，然后以後想要做大一點的，真的可以拿來做的。我相信可以。唔要聽過創客也解渴麼？中國為技術貴手，係新北市頭一個持牌的學校。韓國3D 獵鷹已經係其中當中嘅一部分呢。創客課程，我覺得它其實包羅萬象，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核心的目的，就是讓小朋友他可以自己去做他們想要做的東西。那像以我們學校來說的話，我們是有那個3D 獵鷹機。那他們例如說他們有一些設計的時候，他們可以把設計圖畫好以後，利用3D 獵鷹機把它獵鷹出來。這個是3D 獵鷹機印出來的筆筒，因為我很喜歡看一個節目，就是把它弄上去。讓我覺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自己製作自己喜歡的東西，不用受限於，譬如說老師一定要給你一個題目，然後你才能去做。它是方形的筆筒，後面刻自己的名字跟英文名字，做屬於自己的東西，很有趣，因為它從電腦裡面，然後可以列印出立體的東西，從沒有到有，一模一樣，很神奇。所以下一個計劃做水壺。學到3D 作品印出來，也到同學第6年級下學期，都會學用設計媒體，到3年都興嘟嘟的小孩子。其實這是蠻簡單的一個軟體啊。那現在已經6年級，他們用運動到數學的一些概念啊，還有一些美勞的一個透視的觀點啊。那像它這個比較難的，就是我們一般做就是做圓跟方塊很好做結合。那它是要做一個蓋子，然後所以它要考慮到那個內徑多大、外徑多大，然後這樣扣上去才剛剛好。我第一次看到我做出來的作品，覺得很興奮，就是覺得一般人可能需要學很久才做出來這些。而我只要需要一點點時間就可以做出來這些了，所以覺得還蠻厲害的。蓋子按這樣，我可以弄一個洞啊，弄一個環啊。3D 獵鷹對於現在這個階段的小朋友來說，算是比較容易上手，而且價格比較可以接受。而且很棒的是，他們有想法以後，他們也會開始去嘗試。我的目標大概是想要做出像那種可以直接坐進去開的那一種，真的把它做出來。看這家下 VCR，觀眾朋友就發現麼？現場多了一架乜嘅東西？3D 獵鷹機來到你社會事件部的節目現場，同時帶來當地記者作為選品。兩個社會書房有哪乜嘅東西？我是那個一只手掌，它就是它在手腕彎曲的時候，它這5根塑膠弦，它會帶動前面的5根手指頭，然後它彎曲的時候，它的手指就會做出彎曲狀況。沒有手指頭的小朋友，就是可以把手裝進這裡面，然後就是可以平常做一些簡單的抓取。戴了這之後，就會比較走在路上會比較有自信，比較自在一點。除了功能性，還有心理慰藉，對不對？阿寬跟黑馬改，这是一个龍頭手上
它嘴里咬着环，它把龙头上的特征、它的眼睛还有它的鳞片做得很像。它跟一般你看到的塑胶制品有没有什么差异？拿起来重不重？有点重量。它的特色是它这个鳞片还有它的眼睛都做得很写实，都立体的，都有痕迹凹痕。来，胡慧菲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你帮我们介绍好不好？刚才我们有看到手的义肢，那这个就是脚的义肢，就是这是一个脚踏车，就是骑自行车的选手，然后他失去了右脚，然后所以他就拿3D 列印做出来的义肢来当做他的脚，这样他还可以继续骑脚踏车。然后这个是3D 列印所列印出来的肋骨以及骨盆，然后这就可以在医学上面发挥很大的作用。也是医疗用途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拉小提琴的人，然后他那个小提琴也是用3D 列印出来的。再加看到外國嘅相片，對台灣人員利用3D 列印機本身法變得很好。看來看屏東羅天章嘅理由，來看下禮拜嘅社會太現場。3D 列印的技術當好用，屏東嘅羅天園產總咖啡，未至3年前由上副監師孫正南博士帶入來，強下來做3D 列印。他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科技的知识运用到弱势团体，因为有一些重度的残障朋友，他不方便去外面职场工作，这个可以在家里成立工作室，他可以靠着聪明的头脑，然后可以自力更生。做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装回去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故作羅天園呢，有得幾陣就開始學3D 列印的相關技術。那我们有训练我们自己里面的院生，叫小卢，他那时候在国小6年级。那我们有教他怎么操作3D，然后他也自己扫描自己的公仔，然后怎么去列印这个3D 作品这样子。我那时候只知道3D 电影的那个，就是那时候心想说，也有3D 列印机这种东西啊，我还第一次听说。手機搶用模具機會，就學校用嚟用掃描機。這個是大概有2-3個禮拜吧，因為看着手冊啊，然後不會的就去問理事長，然後他就說叫我自己慢慢研究，然後不會的英文單字就找 Google， 然後就會了。韓國頭一擺用掃描機就成功印出來嘅，拿到成品其實嚇到誒。因為就是被削頭啊，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怎麼把頭弄好啊，然後就把它弄平，然後就把它印出來，就是心想說，哇塞，我可以做出一個玩偶。我們還沒有找到就是老師可以來授掃描課程的時候，我們社區的課程我就請小盧教這樣子，應該很棒啦。就是說他教了，其實來學的人可以聽得懂。理事長講，沙期嘅課程就係羅天園俾到嘅教研生，韓國沙期上嘅好嘅機會，免費開業3D 列印課，除咗教研生用嚟操作3D 列印，同時還有咧動態嘅夢想，係要拿來印加速加腳韓國夫妻嘅那天。你可能輪椅的小輪子掉了，或者是壞了，一時之間找不到廠商，那你可以自己量身定做，你可以自己設計繪圖，然後把它列印出來，然後你可以印級這樣子。客製化的輪椅，對，感覺一樣，感覺非常的好推。外面的鄰居買不到了。對，外面。雖然現時羅天園嘅3D 列印機印出嚟嘅東西品質還無法度代替真正嘅夫妻，不過羅天園採用哪個行生意合作誒？它像一台金雞母一樣，它是一個生產的一個工具，你只要繪得出來，任何東西它就會可以立體的呈現在你面前，這樣子。這個都是我們志工幫我們設計的。那比如說對方捐款，那我們可以送他一個我們自己設計的手機充電架，這樣子。那我們也拿到那個路邊去義賣。這個躺平的，對，就這樣，它就插了，然後這個的話就是說你無論你平板或者什麼的話會比較方便。他說是什麼3D 列印出來的，我有聽過啊，就是現在才看到這3D 列印的這個產品。就是
说还蛮实用的啊，就是至少我们在放那个手机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在充电的时候还可以同时看到有没有讯息进来的。我有看过一篇报道，他说在2027年之后啊，可能会有一台小型的3D 列印。那以后你的帽子、衣服还有鞋子，各方面都以后可能都需要用3D 列印来列印了。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，也不一定。那先来接触的人，他们的脚步就会比别人快一步，这样子。很酷哎！好了，看够了没？小欧归队，看得目不转睛的。来，各自回到位置上，请教你们几个问题。从一开始我们对3D 列印很陌生，到你们这样趴着看得这么仔细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现在对3D 列印的感觉？3D 列印应该是人类未来的一个还蛮好的发展，就是以后可以做任何东西，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做什么笔筒之类的，所以以后应该还可以做更大的东西。我觉得3D 列印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就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脚踏车手，对，装一只，可以造福更多的人。我觉得他要是用不同的材料的话，他就可以做出不同的东西，说不定未来可以做出有生命的东西。来，我看你们手上已经拿好你们设计的3张要做3D 列印的设计图。假设日后你们有机会自己来设计一个3D 列印的东西，我们从阿宽开始好不好？介绍一下你的设计图要做的是什么？要做的是交通工具。左边那个橘色的是火车吗？有点像高铁。是你要做一台高铁。既然现在有高铁了，为什么要透过3D 列印做高铁？可以让班次更多，然后接着可以疏散更多的人。更密集。对。然后右边那个我真的看不出来。游乐设施就是海盗船、摩天轮之类的。就像我们去儿童乐园玩的那一种。对。我要做房子。我要有一个家吗？对，就是因为现在房子都用水泥造，所以我想要，如果以后可以用3D 列印来挑战这个房子的话，应该会很有趣。如果它真的可以印一个房子，你愿意住在3D 列印做出来的房子吗？要看它坚不坚固头，如果是那种会漏水的就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前提是要够坚固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会飞的选择。就是我希望做出一个能有生命的东西，就是自己想象的一个生物，有翅膀，对，眼睛会发光，火眼金睛，蓝色跟红色的尾羽，不是羽毛吗？这是手，只是分离。这个是它的尾羽吗？尾巴的羽毛。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想象，就是想说一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啊，或是那个故事啊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希望未来3D 列印可以印出真的这样的东西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的想象成真。好，你躺在上个时候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天气挑战的观众朋友，係講有音樂，你也在研究咗3D 列印的物品，你提出咗愛人嘅遊戲乜解咧？以上是上半場嘅節目，是歇看一下，等下來看2禮拜嘅社會看世界。全國眾多節目嘅現場，上來進行嘅是你社會看世界，掀起團相片的單元。馬上來看這個禮拜第一張照片，當當，這是什麼？不用講吧？船。那有什麼線索？大家看仔細哦，我給你們放大看，也太多國旗了吧？什麼東西？對不對？或是英文字？那裡有國旗啊。阿寬看到什麼？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？對船來說，為什麼哪裡有 ATM？ATM 是什麼？零錢，就是那個提款機。哎呦，好像有一點點樣子哦。你覺得這條船是海上賭場，還是海上銀行？來，假設你覺得是海上賭場，你秀出台灣獼猴的牌子；假設你覺得是海上銀行的，秀出台灣黑熊的牌子。秀秀可以嗎？用猜的。用猜的，完全沒有線索，只有我會飛有。你是很肯定你的答案嗎？你覺得是？對，雖然也有可能會錯。海上銀行。對。為什麼你覺得是賭場？因為銀行覺得這艘船有一點不尋常。哪裡不尋常？我覺得。你看下面，有沒有看到有人坐在旁邊？
对啊，你觉得他们是很轻松的样子，还是在很谨慎的？像是去银行的人，还是去赌场的人？他们在望着海面，应该是还蛮谨慎的吧？蛮谨慎的人哈。应该。我要公布答案了。有没有要换的？没有。没有。错了没关系。恭喜秀秀答错。哦，我最弱了。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个地方大家看出来是哪里吗？哪里？这边是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南亚的一个国家，大家看出这个国旗是哪里吗？跟我放的那个地理位置，看得出来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印尼，因为印尼又被称为千岛之国，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小岛。那民众因为住在小岛上没有银行，我要领钱可能要1天2天，因为坐船要很久，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应运而生的海上银行。它每天开着这个，上面有 ATM。如果你要领钱，你要到银行办事情的，不是到银行来，是银行到你家来，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好，这是第一题，我们来看，秀秀加油哦。第二题，让你扳回一城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雪地，雪地，南北极吧？南北极，感觉有点像是训练。然后你们看到他们有什么设备？照相机、摄影机。还有那个叫什么雪鞋还是雪鞋吗？雪靴。对。拍极光吗？拍极光。来，我们来出题好不好？好的。好。它是一个储藏室，结果大家在这边，你觉得这种地方会放，比方说粽子，还是放核废料？什么东西要放在冰天雪地？可见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吗？冰天雪地的特性是什么？很冷，所以很冷的地方适合放什么？应该是核废料吧？啊，核废料？我觉得，因为种子在冰冷的地方很容易就死掉了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会是？应该是核废料。哇！阿宽呢？阿宽觉得放什么？种子你觉得是种子？因为有一些种子，我查过，在南极和北极有一些植物可以适应这些极地的环境生长。然后他们带着照相机，可能就是为了想要见证说有植物存活在南北极。很棒的猜测哦，我会飞，剩你了，你的答案决定了吗？核废料。核废料。OK， 我们来看解答。恭喜阿宽，嘿嘿，连做2题，笑笑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这个地方在北欧的挪威，我就不让你们写了哈，在这边，好，在北欧的挪威。你看 ，Global Seed Vault， 它就是在挪威的一个种子的一个储藏库，其实跟你讲的有点像，保持生物或是这种植物物种的多样性。它把全世界的种子，各种种子都收集起来，放在这边，因为低温的环境可能可以让种子更容易保存。然后以后万一比方说哪一种植物灭绝了，是不是我要延续它，我就来这个储藏库，里面就有。冰的会不会死掉啊？它一定不是让它死掉嘛，它一定是在室内用可以让它继续存活的方式保存它，就是种子的储藏库。来，第3题。安娜贝尔。第一时间就啊了一声，你啊什么？安娜贝尔。看不太出来这是什么，很脏了。对啊。你说安娜贝尔？对。是吗？中间那个娃娃。有点诡异。阿宽，你觉得这是什么场所？感觉有点像放肥料的。放肥料的。我觉得。农场。我觉得是医院。医院。对，我觉得是医院。因为有很多床。医院2票。对，因为他可能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的病院，所以才会娃娃。好像还挺有道理。废弃了很久，所以小孩子的医院。对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？斑驳生锈的铁栏杆。一定很久没有用了。这应该是枕头，然后有一些看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来，给你们选项，你们觉得这边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失火、火灾，还是发生过核灾？你觉得这像是烧过的地方吗？不像，因为有些枕头没有烧掉啊。所以答案一定是核灾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也是不一定的。我觉得可能是火灾吧。火灾，因为失火过。因为那些栏杆上面都有点焦黑的痕迹，还有放枕头的这些床，就是也有点焦黑的痕迹。
那我质疑一件事情：如果发生个火灾，为什么洋娃娃没有烧掉，枕头不会烧掉？这两个是不是易燃物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一定不是火灾。哎，你要赢过我们，好可怕！可怕嘞！你决定了吗？来，我是觉得他们那个洋娃娃可能是事后放的。哦，为了拍照放的。好，为了拍照放的。秀出你的答案。我魏飞选的是核灾，然后秀秀连输2场选的也是核灾。应该要跟他选不一样。哎，这一招不错哦，因为秀秀连抽2题了。好，你要不要变？嗯，你不变嘛哈，只有阿宽选的是火灾。哦，你确定了吗？嗯，好可怕。我公布答案哦。有没有要改的？应该是火灾法。哦，是核灾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核灾。你们觉得这里发生过什么事？就是核灾。核灾，大爆炸。那地点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来，你要提防哦。哎，对，乌克兰的境内，乌克兰大概在哪里的交界处？它是在乌克兰的车诺比。有听过车诺比事件吗？没有。来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對1986年4月26日，30年前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嘅核災事故，就係車諾比事件，係有哪啲內容？1986年4月26日，烏克蘭嘅車諾比核電廠發生嚴重嘅爆炸，湧出來嘅輻射量有廣東原子彈嘅400 ppm 多。核災嘅影響範圍動態，直至到35萬3人緊急拆離家園。相片度好濃高嘅素材，其實係肉油煙，到佢30年內還係有輻射污染，而係唔得。相片度好嘅人，忙實控講人類，故錯對人類當好奇，地在其生發嘅動物，一度都係認證輻射國係為後遺症、上腫瘤來試睇。在啲連兒童老嘢未受到核災嘅影響，而人類在個進度也特別成發。大概要等24000年過後，從6章開始做到厲害，你現場嘅3D 列印機總算做好了，我們麻煩秀秀。噠噠噠噠噠噠，好緊張哦，有沒有成功了？用力啊，秀秀，加油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嘿嘿，是什麼東西？這是一個夾子。嘿嘿，先愛學好耐，2種夾子，有沒有用嘞？你怎樣做你看我們看。在這個路上有沒有？哎，好看嗎？其實啊，你啊3D 列印機嘅價值很實依據，不過可能有原因，基本上你不海軍標記強弱，大家都買這些，都是這你身份可能會變做很難冇強弱。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，下週禮拜6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譜，拜拜。小朋友，唔識啲茶頭、公園、交通嘅的素材，看過動到啲東南亞天氣或者有講朋友嗎？唔中意加點養活的台灣嗎？你在台灣究竟還有哪一些困難？第一就是講中文的，老闆娘說幫我拿糖，然後我想說糖是那個甜甜的，還是糖有水那個糖，還是糖都在床上糖這樣子？對啊，因為我感覺中文課很難。